真正花莲地震了后，真侪行业拢受到冲击，也若影响上大的就是观光业。花莲县府今嘛为着要扩大类似提振经济，按算编10亿分花莲进行消费券，初步估计会有32万的县民受惠，只要通过议会审查，上紧8月份就会实施。 为了要进行控诉控3地震了花莲地方的经济，县府甲机调财源拍算要发花莲振兴券，已经编10亿个预算，照涉及一个花莲的民众，一个人3000，估计有32万的县民会当领到。花莲县政府的财主单位，其实我们也已经经过了研究，那我们也对于财政的部分是可以来负担的。那至于发放的资格，当然是以花莲县的县民这个为最重要，而且为基础。 地震后，花莲真侪行业生意拢真歹，再加上只要落大雨，苏花公路、北回铁路就会崩山，更加无人要来花莲观光，真侪有名的餐厅、饭店拢收起来，所以这么分消费券来带动经济。这也是台湾第一次地方政府为了自救而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券，就是用地方的自有财源来救地方。我想中央应该要感到汗颜。 地方正支持县府要发进行消费券，尤其餐饮业者正期待，但是专门伫咧做外地游客旅宿业者，可能就用不到这边的好处。因为我们旅宿业做的都是外面来的客人比较多哦，那可能对住宿的这个方面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提升。我觉得最重要的重点还是在于交通的部分。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大问题是需要中央政府来帮忙了。那但是花莲县政府先来做，我们其实非常感谢，也非常感动。 县府强调，除了进行消费券以外，也可以推撒7折加倍券。这2项优惠政策按算伫这个月底得立议会审议，若是顺利通过并且核定，上近8月会当实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